高雄林雅区一个老阿伯从红顶对斑马线行出来，驾驶未负大动去甲弄死，警方表示会依法来甲裁决。苗栗一间幼儿园发生教保员甲4岁查某囡仔扇喙皮的事件，幼儿园有出面来正式回实礼，目前已经甲教保员改评。企业家董子贤也正式表态支持罢免布坤基，亲身去到花莲催票，伊强调这个决定是来自家己的良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伫高雄的林雅区，时代发生一件汽车弄死人的意外。这赛车的查甫人讲，家己是青灯，也毋过呢，煞看到一个老阿伯对斑马线行出来，未负大动，转去甲弄着。落尾这个老阿伯送病院是救无回来。那警方表示讲，这过路人有影是冲红灯，也毋过汽车驾驶呢是无细致来甲烧让，所以会依法来甲开罚。救护人员做完紧急处理了后，随将受伤的民众先送病院急救。高雄林雅区的成功一路甲永庆街路口，22番点发生车祸，赛车是41岁细谈的查甫人。伊讲家己车顶起行来到永庆街路口，看到阿伯人伫斑马线顶端已经未负大动。行人闯红灯还是你闯红灯？我绿灯。你是绿灯。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肇事车辆的引擎盖已经变形，玻璃嘛碎糊糊。受伤的用路人是今年79岁细龄的查甫人，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警方表示，初步了解事故原因是因为用路人冲红灯行斑马线，汽车驾驶来到路口有斑马线的所在，无放慢速度，停让用路人所造成的。详细肇事原因，阁需要等待进一步的鉴定。警方强调，无论是用路人也是赛车骑车的民众，经过路口拢爱遵守规矩，安尼才会当确保安全。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务必要慢看停，特别是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要特别注意。较浅色的、较白色的，就较有人较有看到啊。啊，你穿黑色的人就较无看到啊吧。啊，你过路的时阵啊，你会知影讲啊，爱特别惊啥物，还是讲看啥物好无？看红灯、青灯。针对这个案件，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虽帮用路人冲红灯，不过驾驶无让用路人致使肇事弄死人，对了依法上悬罚36000块以外，卖吊销驾照。同时按照刑法过失致死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邝家族、柯昭勇、高雄场报道。讲到这交通安全，政府伫去年有公告来实行行人优先区。这个区域内底呢，所有的车拢爱让过路人先过，若准驶超过时速20公里，安尼上当是罚到3万6。伫台北信义区的嘉兴里呢，对去年10月就开始来实行，在地人煞有人唔知影这项政策，当地里长讲会阁加强来宣导。过路人含车常常伫巷仔内相闪，为着要保障过路人的安全，内政部和交通部伫去年实行行人优先区。台北市府指出，目前嘉兴里是全国第一个试办的所在，有透过标志提醒民众注意车速，嘛铺减速轮仔和无共色水的桩仔，要让大家知影这和一般的路无共。有民众表示，车路色水无共，较会注意到。也毋过，有民众表示，无清楚行人优先区的规定，也有人认为行伫青色的人行道较安心。人是很。就明显了嘛，注意到说，这里这是为什么？旁边的那个有设那种绿色的那一种，我觉得反而还比较安全。针对居民无清楚的部分，里长讲会加强宣导。嘛解释讲，行人优先区是针对车较少的路，互民众要求停车的所在，一若人行道就袂使。所内嘛有拍算要扩大行人优先区。台北市交通管制处指出，伫优先区内，过路人有优先权，驾驶若是时速超过20公里，上当会罚3万6。但是甲过路人骑喇叭，上侪卖互人罚100块。我们自己现在观察，觉得其实大概8米下，好8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巷道，然后左右两边有一些汽机车停放的需求，现在看起来是蛮适合的一个做法。大概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往后延伸到嘉兴街181巷9弄。优先区实施之后，其实我们一直有跟警察局，包含交通警察大队或是分局这边去讨论，他要怎么样去能够执法，确保说行经这边的用路人跟驾驶，他可以去遵守这边我们的交通设施还有相关的规定。里长表示，目前有的行人优先区的路段咧，嘉兴街175项交通，未来拍算要搁往南延伸到181项。交管处表示，目前有其他里因为看到效果袂歹，望争取设立人行优先区。交管处讲会评估地点和条件敢有适合，希望兼顾过路人的安全甲交通的利便。记者魏宗林、王兴忠台北报道。
再来看这段，这台南市丰泰过了，伫个家己呢，即马中间的工课是还未完成。水上有一个80岁阿嬷，伊是家己一个人住。即个丰泰煞甲伊的厝顶甲线破去，一直等无人甲到修理。即马厝边呢是先刻2块烟片甲砍咧，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民众的需求。画面上这位80岁女士，家己爬起伫厝顶要砍篷布，厝边感觉真危险，一边有手机啊录影，一边靠向伊落来。家己关水上乡这间厝，因为风台厝顶破空，所以这间厝的人会惊，所以赶来家己要来处理。衣服盖怎么办？我开始盖，我是用那个布拿上去，把它盖上，后头我才他们讲那铁皮啊哈，在那里找了2张铁皮。当地村长表示，风台过了后，庄内有一寡灾情，已经有通报乡公所来处理。这间厝的厝主嘛已经有叫人来修理，这位女士因为无想要等，所以才家己爬起伫厝顶，加在无发生意外。爱就我都赶紧啊！啊，人厝主嘛咧砍伊个，厝主嘛咧砍伊个，这个嘛伊个啊。拢咧用就对。拢咧用啊，啊未用到遐啊。啊，厝主讲我就开钱叫人来砍，你就莫赶紧。对，啊，你个是厝当厝，也毋是你困的所在，毋是足严重的。家己县政府指出，风台过了后，一个歹去的厝顶，民众想要砍篷布，若是无法度家己来修理，拢会当通报当地乡镇公所、社会局的每项协助单位去斗相共。社会局嘛表示，县内目前通报需要协助的阁有300多户，会陆续派人来协助民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另外，台电的员工李元涵是因为伫个家己记得咧作业的时阵，互这高压电甲电着，抢救1礼拜，这病情也是无变好，所以即马伊的家属是决定要放弃治疗，捐出伊的器官。总统府表示讲，这赖清德总统呢会甲颁发保养令来感谢伊对社会奉献。对，也有幸，我们还能选择让他保有最后的光荣和尊严。36岁台电员工李元涵的爸爸唔敢看到囡仔佮受苦，讲甲目屎流出来，这张穿台电工程衫的相片，是这回风灾了后，伊透明的整修落尾新影，伊无说你互高压电电着，送病院抢救，到 ECMO 1礼拜来维持性命，到打病犹原无较好，家属伊决定选择互伊好好离开，经由医生评估，结束 ECMO 治疗，透早4点20分宣告死亡，家属嘛决定捐赠器官。家人共同的决定是将元涵的器官捐赠出来，化小爱为大爱，让他可以遗爱人间。1周左右的这个极力抢救，那他的全身的主要器官还是呈现一个重度衰竭的状态。我们临床上判断是不可逆转。在这段献金的过程中，李先生的家属也展现了极大的勇气跟爱，那也选择让他走向这个安宁跟平静的最后的过程。李元涵的爸爸感谢各界对因的安慰甲鼓励，表示讲实在不忍心，佮用高端的医生系统来拖磨伊的性命，希望伊通好好行人生的落尾一段路。刘颖给予病院讲，这回医疗团队尽全力来抢救，真感谢李元涵无私的奉献，落尾捐出感冒，无私奉献给社会。过程里面看到，除了元涵的大爱之外，其实还有家属跟医疗团队。所以这一块我要谢谢元涵，还有元涵的家属，给我们学到很重要的一课。那我真的希望元涵可以一路好走。台电工程车摆在一日，准备接李元涵返去家己。李元涵伫台电服务被挖近10冬。总统发言人郭雅辉表示，赖清德总统嘛表示哀悼甲唔甘，真多谢伊为社会付出，尽全力拍拼到最后。赖总统会代表国家参人民颁发保养令，感谢李元涵敬业的精神。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教育界的大事件来关心的是，针对这台师大抽血换学分的争议，这教育部、国科会也有卫福部，即马是要全面来清查计划主持人陈庆忠，也有教练周大英，这2个人因的研究计划也有因的论文。那准这周大英博士论文是违反着人体的研究精神，安尼相当是会撤销伊的学位。下晡4点半开到暗时9点外，这场会议，教育部、国科会、卫福部针对第4代查某骹球抽血争议，讨论研究伦理，学生高一个对口，学生辅导注销周大英的教练证，才作为内底研究伦理开上侪时间。2位老师研究计划清查范围，我们会从2位老师从任教开始，他所待过的服务学校，只要有执行运用血液样本的研究计划。我们都会来进行检视，
只要是有涉及到运用血液样本的研究计划，我们会请这个计划它先前是通过哪个 IRB 审查的，我们都会要求这个 IRB 要重新去清查研究者有没有按照审查计划去做进行。全面查计划主持人陈中庆甲教研究大英的研究计划佮有学位论文，学生已经提出也是外界检举的计划，由教育部 IRB 实地查核，骨科会甲体育署全面查体育学领域，佮有运科计划，敢运用到会议的建本。教育部一礼拜内按照清查结果，只要用到会议的建本，就送各校 IRB 立案调查。根据结果，若发现新事情也是违法，按照经济轻重办理重新裁罚。周大英的博士学位论文上当时撤销学位，也若周大英的教练证因为确定霸凌，达到教师法改评，而且一世人袂当担任教师，也是4年袂当担任教师的要件，会要求中华民国脚球协会较严格来审议，确保本案的审议处理符合比例原则跟相关规定。如果有不符，教育部我们会要求。中华足协重审。北检透早以新闻稿表示，调查局台北市调处昨向中央大学调相关的研究计划资料，也去第四地了解研究计划行政程序事项，以证人的身份约谈一位男性的研究助理，复信请回。另外，针对教育部要求第四地教评会重新审议对周大英的处罚，第四地下级教评会会伫今日中昼召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4天就是大罢免的投票啊，即马就连企业家董子贤也正式表态支持罢免鲍坤琪。今仔日伊是亲身去到花莲来催票，伊强调这个决定是来自家己的良心。也那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表示尊重，讲每一个人拢会当对个别的委员有意见，也毋过无应该全面去罢免在野党所有的人。花莲子弟的骄傲，合作董事长童子贤董事长回到花莲。过4天就是726罢免投票，伫企业界头一个投出来支持大罢免的全联前总裁徐长林了后，花莲随出身的河适董事长唐子贤嘛头一届表态支持罢免在地的哪位鲍坤琪。伊讲花莲的政治变作孤芳独持，很多人都感觉很闷，好像一潭水流不动了，容易这个变脏污。不管是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应该。让年轻的一代的人才都有发挥的空间。照中选会公告，这届鲍坤琪罢免案会当投票人数是191367人，法定25%就是47842人。当同意担任中科副3公投正方辩论代表唐子贤，另外立场甲拿赢小话，伊讲无论是支持副3演绎，也是罢免鲍坤琪，拢是出自伊的良心。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尊重。大罢免其实是一个完全违反民主的作为啊！你可以对个别的委员有意见，但是不可以全面性的去罢免所谓的所有的在野党。当时阵罢免团体反共后台志工联名公布上新的影片，宣布24要伫凯都举办大型晚会，就音乐界、影视界大牌友来支持。另外，社群平台 Threads 嘛有一波罢工罢缴支持罢免的活动。我们也有好多百工百业，尤其很多中小企业也都在挺不同意吧。好，拜托你哈，谢谢。南亚嘛持续车队扫过催选票反制罢免，对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伫前一天讲，等6个党即马总算要拍倒国民党。朱立伦批评讲是独裁的心态，伫伊的心肝内，利用消灭在野党的理由来推动罢免，敢若会互民众反感。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接见欧洲议会民主基准特别委员会的代表团，伊正感谢欧洲议会对咱的支持，也表示咱台湾即马当咧面对这假消息的攻击，也有中国的侵扰，所以有成立全社会防卫论性委员会，愿意甲欧洲来分享经验。台湾站在世界民主防线的最前沿，我们有决心致力维护全球的民主、和平与繁荣。我们也希望与欧洲分享经验，深化彼此在治安、媒体识读以及社会韧性上面的合作。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and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aiwan should work more together. We are democracies and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autocracies want to weaken and divide democracies.
好在欧洲代表也表示讲呢，即马欧洲的威胁是来自罗西亚。面对这款的局势，台湾甲欧洲之间应该爱加强合作，因嘛会学习咱台湾全社会防卫论性，而且因嘛强调讲，在欧洲议会会继续来支持欧盟甲台湾之间的关系。有民众是反映伫台中的东市甲石冈啊等等所在，咧听拉里奥 FM 96.7的时阵，有当时会变作是中国的福建之声，这内容拢是咧讲统战。NCC 表示讲，这是牵涉到国家安全，所以会派人去实际了解。赛车经过台中东市石冈区，本来拍开车顶广播，结果上车坐听发现愈听愈唔对。聚部门之合力，让政策暖流精准抵达，解百姓之所盼。听出是对华腔口民众向媒体讲，伫台中不少所在登着 FM 96.7频道，所听到中国官方媒体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引起驻安甲统战信号记录。以上内容由福建之声新闻声音工厂新闻脱口秀工作室录制，稍后为您带来新闻3剑客。这电台俗称福建之声，也包括中共用时总在联播员工是直接传送台湾民众为对华来重点新闻，宣传他们中国的那个政绩啊，改变台湾人民的思想吧。如果战争的，那就麻烦喽。如果在前无在台湾里面有怎么样有特别的人员在台湾的话，光是听到广播就也许有暗号，知道吗？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表示，爱先实地测试了解是毋是一摆的，或者是常态性发生。若需要调整频率规划，会搁跨部会讨论应用的做法。中共常常用改代方式广播，已经是真侪年。学者表示，除了平常时提供内容透过网络搁扩散，搁严防战时的阵地作战。由政府或是第三方所经营的像电台的持续的营运，其实就是让民众养成习惯，也知道一旦进入战时的时候，你可以有哪些可信的管道去获取相关的资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央广播电台，其实它有专门针对这个中国方向，还有海外进行宣传，进攻性的防御作为。面对典型的新北战，其实中国统战广播入侵台湾已经不是第一摆。除了直接发国公路传到台湾，另外若是台湾的电台受到制播或者是播送中国制作的内容，也被依照违反两法条例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美国联邦众议院伫顶礼拜五通过各项拨款的法案，其中有5亿的美金是要用伫台湾安全合作倡议，要协助咱台湾来提高咱的战备能力。另外呢，这白宫也来呼吁众议院应该都要考虑援助台湾的金额，要扣到10亿美金，让台湾也通有自我防卫能力。美国联邦众议院18通过2026财政年度国防拨款法案，其中编列拨款5亿美金用伫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会当提供美国国防部长伫国务卿同意之下使用援助台湾，包括新买的防御物资甲服务、参军事教育甲训练。其实，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上大单位白宫管理甲有选局顶日发布的政策声明，是强烈敦促众议院考虑援台10亿美金，让台湾具备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和挂做是传播政府对援助台湾的表态。The U.S. should maximize it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aiwan through FMF, presidential drawdown of authorities, and Congress's new 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itiative. Taiwan is too small to handle the Chinese challenge alone. 回顾今年5月，美国海军退役少将蒙哥马利到众议院委员会作证时，就建议国会爱拨款10亿美金，予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学者指出，行政部门的相关建议反映出美国希望继续协助台湾建立核武力。2023年授权法其实1年是可以给台湾20亿美金的所谓的外国军事融资的。现在川普政府把所谓的这个有关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需要在最短的时间能够紧速的来加强。另外，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伫去年提出10大的修正案，也伫参议口头无意议通过，内容要求美国国防部爱展示详细地图，也就是无将台湾搭伫中国的地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即马以哈战争已经愈加愈大摊。英国甲其他27个国家是呼吁爱随结束这场冲突。联合国是讲，这以色列援助系统呢，毋但危险，而且无够人道。另外，即马以色列最近是加强对加沙中部的这军事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证实讲，伫当地这员工的住所甲仓库有受到攻击。政府前时一下4月拢是掌握出现。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为2023年10月初7到达，死亡人数已经来到59029人，瓦6万。战火无停，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也当来恶化，因为严重欠食品甲医疗用品，便宜收地的营养不良儿童数据真紧的增加。المشكلة حاليا برضه الأمهات تعاني برضه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ونقص الحليب عند الأمهات. مما يؤدي إلى سوء التغذية عند الأطفال ونقصان في الوزن، هذا كله يؤدي إلى التهابات حادة عند الأطفال، وفي بعض الأحيان يؤدي إلى الوفاة بسبب الالتهابات الحادة وسوء التغذية ونقص المناعة بالأطفا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顶个月加沙有超过5800名儿童防诊断出营养不良，这是加沙儿童营养不良人数连续第4个月增加。包括英国、法国在内有28个国家里已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随结束这场冲突，也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的援助系统危险佫无人道。The IDF has driven Palestinians out of 86% of Gaza, leaving around 2 million people trapped in an area scarcely over 20 square miles. Whatever this Israeli government might claim, repeated displacement of so many civilians is not keeping them safe. In fact, it's quite the reverse. 目前加沙有超过200万巴勒斯坦居民，当处伫灾难性的人道危机中，生活基本依靠以色列稳准政治的有限援助。以军最近佫一摆加强对加沙中部戴尔巴拉赫的军事行动，以军战车佫开始头一摆开入这个所在，这是加沙人道援助行动的重要中心。长期以来，避开大规模战事，以军研判哈马斯将人质藏伫这，根据相信50名人质中至少有20人也活着。世界卫生组织伫暗证实，为伫当地员工住所甲仓库遭到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对当地情况感觉着惊，佫大声呼吁维持人生存的最后一条生命线，当咧帮盘。公司新闻地为您编译。来看一项消息，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台湾最近有承诺要向以色列伫约旦河西岸的医疗计划来捐款。这也表示讲，这台湾甲以色列当咧建立更较密切的关系。也毋过专家是指出讲，这有可能是违反着国际社会来处理以色列的准则。我国相信健康无国界，疾病也没有边界。台湾目前虽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会员，不过仍以行动落实这项由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原则，同时希望能够为世界上欠缺医疗资源的民众提供必要的关怀以及人道协助。针对专家烦恼讲，这款行为有可能会影响到咱的国际准则，外交部是回应讲，台湾目前这相关讨论的议题，拢是甲人道援助、甲卫生医疗是有关系，目前双方正在讨论。再来关心的是，南韩过去一礼拜呢是落大雨做大水，目前上无有19个人死亡，9个人失踪。另外，互大水冲歹甲因害去的建筑物甲设备呢，拢总是有9000多件。目前修复的进度是无到一半，万多人是走去避难，目前2500个人是还未登去厝里。山脚的路严重受损，地势较低的所在规个乱草草，怪兽伫大雨当中，正咧清理残骸。画面内底即个毋知啥物物件已经变形去，看会出来水呛落来力头有偌大。基基岛嘉宾郡20通报17点钟内落雨的雨量是173毫米，超过1998年全国高日日雨量的记录。伫嘉宾郡已经餐厅规个乌有去。 밑으로 쭉 가라앉은 거 근데 물이 여기까지 차더라고 여기까지. 근데 마침 저런 이런 새 파이프가 있었어. 새 파이프를 있는 실컷 내가 붙잡고 있던 거지 있는 실컷. 내가 여기서 10년 장사했거든요. 이게 뭐냐고 10년 동안 냉장고가 몇 대고 그런데. 南韩总统李在明日去庆尚南道的三清郡视察大水雨了后的灾情，听中建工课简报。李在明办公室表示，政府会针对这届大水雨造成严重灾情的原因来调查。
详时针对极端气候提出应用的对策。这届超磅的大水雨，估是伫3000郡就造成10个人不幸死亡。这届大水雨为16日开始就无休困，庆尚南道3000郡20通报南部地区累积的雨量要到800毫米，而且大水雨打咧落的时阵，就发生严重的水崩山，甲厝甲车路拢冲歹去。因若伫首尔南部有一堵挡土壁倒去，有车去土石抬去，造成有民众不幸死亡。另外有一家伙仔4口走去露营的时阵，去水流去，敢若有一个人活咧。目前全国有约2000个公共建筑，甲超过2200个私人的农田甲农作物等等受损。日雨有较歇，天气又搁开始变热，气象厅已经发布高温的警戒，提醒民众预防潮沙。公视新闻黄文良编译。除了做大水以外，即马来关心空中的一桩意外，这是发生伫明加拉有一架空军的训练机，昨因为机械各样，所以在伫首都打卡一间私立学校，上无是有20个人死亡，超过170人受伤。也那医师表示讲，真侪人拢是小烫伤。这是空军训练基地首都打卡北边郊区乌塔拉区的李林比学校甲学院对起的地点，现场会真美，乌烟一直青。初步了解，训练机弄到一栋建筑。মুহূর্তের ব্যবধানে আমি জায়গা থেকে লিখেছি ক্যান্টিন না হোস্টেল মানে কলেজ হোস্টেল ছিল একটা হায়দ্রাবাদ হোস্টেল। এখানে ম্যাক্সিমাম কারা ছিল? পরীক্ষার্থীরা ছিল। আপনার হচ্ছে কি প্রাইমারি স্কুল আছে না, প্রাইমারি স্কুলের স্টুডেন্ট 4-5 যারা তাদের এক্সাম চলতেছিল ওই জায়গায়।军方声明，这架 F7战机自下晡1点左右起飞训练了，出现机械故障。飞行员想要将训练机驶到人口较少的所在，按过未赴，飞行员罹难，地面上要重大死伤。事故地点是当地有名私立学校，学生年岁伫4岁到18岁之间。医生表示，真侪伤者拢是受伤。ম্যাক্সিমাম স্টুডেন্ট ক্লাসে ছিল। আমার জানা মতো এই টাইমটা ওদের ছুটির টাইম, তো হয়তো কিছু স্টুডেন্ট বের হচ্ছে এরকম সময়, বা হচ্ছে গিয়ে ওরা ক্লাসেই ছিল ম্যাক্সিমাম স্টুডেন্ট। আমার সাথে একজন মিস ছিল, মিস বলতেছিল যে这是孟加拉首都这几年发生上严重的空难。当局已经部署紧急搜救队伍伫事故现场搜救，希望能伫小甲臭火等土石当中找到幸存者，也已经成立委员会展开调查。孟加拉临时政府领导人尤努斯表示，会采取必要措施调查事故的原因。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当来关心咱国内又搁发生儿童受到虐待的事件，这是苗栗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有教保员是甲4岁的查某囡仔甲扇喙皮，家长看到监视器是真歹接受。也呢，幼儿园是有出面来证实回实的，强调是咧调查另外一个学生伤害案件的时阵，这个教保员情绪失控，目前已经甲伊改评。也那县政府即马是调监视器扩大调查。教保员甲查某仔叫我来，讲无几句就出大力，用手拍伊的面甲身躯，害查某仔遐摔一倒。宜兰县一间私立幼儿园团队不当的管教，家长看到死迄大的查某囝，互老师拍，心肝来真艰苦。老师，你有看那个影片吗？老师，你知道吗？我知道，对不起。代志发生伫这个月初10，苗栗县政府是伫15接到民众检举。幼儿园讲拍人的性感的教保员在职8年，无不当管教甲拍人的记录。代志发生了，已经甲改变。拍人的原因是班上另外一同学目睭去同学刺伤。教保员伫迄质问防止人的查某囡仔时阵情绪失控。小女孩大概害怕，也坚持不讲，所以老师在盛怒之余，就3番2次的打她的嘴巴。平常这个教保员几乎是没有打过孩子，这个我们可以做保障。苗栗县政府已经开始调查调阅监视器，认定明显违反儿少法，会扣罚6万到60万，相当未来拢袂当踮咧教保机构服务。很明显已经违反这个儿少法，那依法来说，我们是可以裁罚6万到60万。而且可以公布其姓名。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只要发现老师的声音有过于尖锐、吼骂的时候，其实园方就要进来稍微安抚跟制止。但是呢，园方常态性应该是没有在做巡堂的工作。日本基金会讲，这个教保员专业能力无够，按画面中教保员甲囡仔的反应来看，可能唔是头一届的拍人。幼儿园的巡查甲配饭制度明显失效。政府除了调查以外，嘛要检讨教保员的培训制度。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台美关税谈判，这礼拜是要进行新一轮的协商。也毋过，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伊说讲，其实台湾的关税都是32%。即期咱的政府伫谈判过程当中是咧变鬼变怪。咱的行政院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拢反驳伊的讲法。也那民众党团伊是提案讲，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伫一个月以来去到立法院来报告关税的因应措施。台美关税谈判约未定案，这礼拜阁要参详一轮，外界预估结果可能伫8月7日公布。不过，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声称台湾关税会到32%，互行政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反驳。台湾迄今并未收到美国对等关税税率的通知，而台美之间呢，本周也会有新一轮的磋商。这些谣言，无论是基于个人商业或是政治上的动机，都是不负责任，也非常的不可取。不过，在野指控台美谈判相关的进度、条件甲风险，规个过程到达无透明，这个是要暗砍谈判出卖台湾。那你们的这个贸易逆差都比日韩还高，所以以这样的推论，为什么大家会怀疑是32%？其实就是这样来。所以希望政府不要再用黑箱作业，也不要让我们好像在开这个关税的盲盒。民众现在都在黑箱里面，在阴影里面。不知道现在到底谈到什么样的一个进度？柯武金表示，美国去年对台湾贸易逆差有739亿美金，是比日本、韩国悬。因那美国甲韩国有签 FTA， 美国甲日本是军事同盟，但是日本、韩国拢封扣25%的高关税，台湾敢会当比25%加，这也无确定。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台湾民众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中企开是批评政府政策无确定性是上大的威胁，所以民众党团提案，爱行政院长杜英泰一个月内去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关税谈判有信心吗？访问到关税议题，杜英泰无加做回应，也被烦恼政府隐瞒谈判过程，表国人面对关税亲像咧流司机的七头米。我们给我们的谈判代表最大的支持，所有的臆测、所有的谣言，应当止于智者。我需要强调，台美的关税搁咧谈判，美国国会表达全力支持台湾，咱也拍拼保护家己的利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这 AI 科技等咧，所以咱的台积电呢，这市值嘛达到1兆美金遐尔济。也毋过，这嘛是影响台美关税的这个真大的关键。今仔日开盘是有较低，这专家警告讲，刷落来有可能是要面对3级别的关税，台湾甲新加坡可能是受到较大的冲击。AI 的风潮，互半导体产业链受到关注。将以台钢大厂台积电18台股收盘达到历史的新高，1155块，市值超过1兆的美金，创下亚洲股票的头一个，嘛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关税有预定名额吗？在谈。规个产业链受到关注，由6大工协会甲本土机器人指标大厂，嘛做 AI 机器人产业联名。不过台股落38.9点。开盘23301点，台积电嘛小可有起落，开价1145块。主要的原因也是受到台美关税影响。更重要的是，那么在美国是如何那么来进行课征，那么以及它的一个标准的所在。那比方说，那么如果它是用这个晶圆产地，那么来进行课征，那么或者是用大水库的一个理论，相对的恐怕在台湾所必须承受的晶片的关税，那么税率就会是比较高一些。经济学人最近嘛发表专文，提起美国总统川普目前上较严格的关税是3级的类型，因为3级型的关税欠缺明确的对象，较好透过双边谈判来降低，尤其是半导体甲药啊。台湾甲新加坡拢互认为是会受到真大冲击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劳工团体今仔日嘛是去到行政院头前来抗议，因表示讲，自从美国来提出对等关税的政策了后，这劳工呢是拄到真侪放无薪假，也是讲裁员的危机。也那行政院是回应讲，会参考劳工的权益来加入台美谈判的内容。劳工团体伫行政院头前抗议，希望政府重视劳工的权益。劳工团体指出，因为受到美国对等关税的冲击，劳工若拄到放无薪假、裁员的危机，未来更有可能会冲击50万的劳工。也毋过，劳工说拢毋知政府的谈判过程。劳工团体嘛指出，目前提出的政策嘛是针对失业了后的措施，因要求政府就先保障劳工的工作权。稳定的工作权就是劳工最低的底线，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人肆意的
多剥夺现在我们政府的关税谈判，不跟我们劳方做任何的对话。政府能给的就是失业补助，还有再就业培训，但是这么多的中高龄劳工，培训量到底够不够？劳工团体呼吁政府除了公布谈判的进度，嘛要让劳工加入决策的过程。另外，伊嘛指出，目前一寡年岁较大的劳工无法度承受失业的冲击，针对未来工课保障，伊嘛要求政府应该提出更较详细的政策。行政院回应，受到国际谈判条例限制，目前无法度公布详细的会议内容。也毋过谈判绝对会保障人民的权益，更具体的来维护国家整体的利益。所以。如果有相关的这个进一步的谈判成果，我们也会适时的对外说明。行政院指出，政府会继续和各部会讨论，针对未来冲击，会提出相关措施，减轻关税对产业界的冲击。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美国即马是正咧推动太空港的计划。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伊是伫面册答文，讲台美即马正咧讨论合作。台湾太空港的地点就是伫屏东的九坪。虽然讲这 AIT 有随甲这地名甲改掉，也毋过消息已经传出去啊。馆长周春美表示讲，会投入太空产业发展，期待屏东的九坪会使成做是台美合作的太空基地。美国休斯顿是全球太空产业的重点，美国嘛全力咧推动太空港的计划。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伊伫面册答文，讲到台湾正咧考虑屏东九坪做火箭发射的地点。因表示九坪才有潜力升级为未来的太空港。未来若透过阿圭岛飞行，台北到休斯顿的航程就会缩短至2点半钟。AIT 需要将地点相关的字改掉，毋过消息已经传出去，引起讨论。3、2。事实上，国科会伫今年3月就核定，要将九坪加做国家级的火箭发射场。屏东县长周春美嘛随分享 AIT 的答文，表示这项计划与中央发展国家太空村的政策方向一致。地方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台湾太空产业的新目标。那这几天看到很多的朋友，还有 AIT 都在分享台美太空港的议题 Spaceport， 我们也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开心。那我想，屏东作为国家的火箭发射场域，是我们台湾迈向宇宙的起点。国科会嘛回应，台湾参美国的太空合作一直拢在进行，对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国科会乐观其成。毋过太空运输的实际计划参方案，搁要进一步的评估和讨论。屏东县府去年就前往美国休斯顿太空港考察交流，嘛有参当地太空与科学教育协会签署人才培育的合作，对太空产业的发展，因会尽全力来做。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天气的消息来关心的是，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礼拜，这台湾南部、东北部是会拄到连续6天的天文大流。即马屏东、东港、东镇里，今仔日透早已经出现海水倒激的状况。县政府是赶紧调抽水机来应应，也那小琉球沿海嘛是有感受到这大流，强要分袂清这陆地甲海的分界。县政府是提醒沿海也佮有地势较低这个地区的民众呢，都要特别注意这盐水甲海水倒激的情形。明明都无落雨，不过大路边却出现未少积水。2027的年度天文大流影响南部甲东北部沿海，屏东东港的东庭里因为地势较低，日透早水就一直为排水沟溢出。县府前一暗就指示电工所透暝准备抽水机区。阮有咧建议讲，迄个这2条溪溪尾无，溪尾要来做防潮闸门。啊，你即马你无做防潮闸门，你干那要将路面？可能效果不大啦。虽然水伫天光了后已经退去，不过因为这几日南部不时咧落雨，也互民众烦恼淹水的状况更较严重，所出现不安。因关系啊，因无要处理啊。那东庭里、东梁顶地势同款低里排水沟边啊，拢提前准备好抽水机区。东港沿海几日一拄到大流的淹水，那影响民众生活，也阻碍上班的道路。要等那个退潮，我们才可以进来，不然就是要穿雨鞋进来。而且它那个好像都是海水基本上如果淹进来，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就像公司就会生锈什么之类的。
海水满出来，也造成海出口一带分别呈陆地甲海界线。除了东港小琉球沿海这2日把流明显，因为天文大楼会继续落日，屏东县府也提醒沿海甲溪谷地区的民众一定要小心，严防局部淹水甲海水倒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云林大溪一道蛤蟆田，那像是因为附近这水门操作有走进去，转予一寡太高水安尼直直灌入去地下内，结果规窟6分地将近9000斤的蛤蟆完全拢损失去，上无死了60万。这头家是来要求相关单位爱赔偿，也那县政府是表示已经请包商来说明。勇士河今日粉球池，随手鼓起池中的粉球，有的粉球淡薄仔开倒啊时也看会到肉，不过多数拢已经穿空壳死亡。西顶勇士河就讲，这个月10日下到海水饱流，不过亲像水门人员操作无细腻，造成海水灌入边的沟仔，将垃圾水直接排入粉球池。水门的时阵，结果的时阵，因做好的时阵，规模大的时阵，将一寡海水入来的时阵，按沟仔。按这条沟仔入来，将我海水规个拢倒往我的窟内底，形成我的蛤蟆的阵全部拢死亡啊！西顶勇士河表示，伊的粉球池放养大约6分地，约9000斤的粉球全拢死亡，估计损失超过60万。附近也有勇士池，予垃圾水灌入，好佳在已经是空池，也阁需要消毒。地处云林县府水利处表示，已经请相关包商来说明。请施工厂商先洽澄清人。去了解一些现况，那后续也会启动保险的一个出险的一个作业，那让我们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进行所谓的现场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调查。那如果调查如果有确切属实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将会请由保险公司来做一个理赔的一个动作。水利处表示，15接到定情前反映了后，会同相关单位现勘赔偿接近归属。不过因为最近几年，云林沿海地区常有粉球死亡的情况发生，希望定情前提供更较侪的事情。目前是等待保险公司调查结果了后，才会当确定讲有符合赔偿的相关条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新竹关西的山区是，互人发现有人来偷倒营建废弃物，上无是有400-500立方公尺。这警方是追查一个偷盗的集团，目前已经掌握8台偷载废弃物的拖车的车牌，发现因拢是对桃园、罗南来到新竹偷盗，目前已经深入的追查。原地应该是美丽的山区，新竹县关西镇的山坡地，所客人拼真侪建筑废弃物，而且偷盗约400-500立方公尺。看不过到现场了解了后，初步虽然讲无发现有毒物质，但过废弃物已经破坏环境，目前跟警方合作，要来抓出偷盗的凶手。有去现场稽查，那当下因为已经有被丢了一些那个废弃物的状况，7月15号的凌晨，有在被偷盗的这个情形。那主要都是那个建筑类的废弃物，所以目前这一案是持续在做这个刑事的侦办。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掌握上无8台偷运废弃物的拖车车号，发现因拢是对桃园、罗南来新竹偷盗的。后续会通知地主甲拖车司机到案说明，厘清废弃物来源。经初步检视，已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得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本分局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已锁定涉案车辆，并持续追查中。康贝克指出，这偷盗业者拢是利用3更半暝较无人的时阵来偷盗，而且倒线就走，要抓着人无遐尼简单。康贝克讲未来请警方加强巡逻，避免偷盗的情况搁再发生。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同款是偷盗废弃物，另外这是台中雾峰的居民呢，因走去报案，讲这建商甲建筑废弃物倒伫因兜的门卡口，已经违反着废弃物的清理法，要求警方就爱来追查。也那自救会是表示讲，目前呢这拆除的官司是犹搁咧拍，希望讲因会当来确保大的权益。一车的废土直接倒伫厝体门口，有住户记载袂牢，直接坐伫机车顶和建商咧对赌。伊讲，嘿啊，这就阮的，伊说因的权利就对了。反正因买去啊，因安怎安尼讲。但是发生伫今年5月底，台中雾峰6股地区的民众指控讲，
建商甲建筑的废弃物乌白倒，甚至用重机具要拆除，指控建商恶意要逼人签署。第2日去台中向保7总队第3大队报案，指控建商违反废侵法，要求追查废土的来源。台中市环保局嘛有受理相关的定证，已经依法处罚。拆除后的石棉瓦直接露天堆置，那我们当场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第36条规定来告发处分哦。我们已经处以新台币12万元的罚款。当地民众讲，家己和祖先世代住伫遮，自早拢和原本姓林的地主用租约的方式使用土地，嘛拢照约纳租金。不过最近大家拢收到准证信函。才知影土地已经伫2023年6月卖予建商，即马28号徛过内底有16号封要求爱签署，其中2号讲强拆。我们很多住户就是接到了拆屋还地的那个诉讼，嘿，一直在迫迁我们，一直在赶我们走。那个有住户还在诉讼中，他还是强行把他的屋子拆掉了。因为地主被占了也很可怜啊，前地主啊。那我当了新地主，当了2年，我也没有跟他收租啊。我的前地主在跟我买卖的时候，他到地政事务所去，根本他就是说我没有租给这些人啊。建商强调讲，因是透过合法的程序摕到土地的所有权，再甲已经领补偿金的住户的厝拆掉。并无强迫人迁走，卖积极和其他的住户沟通。不过住户希望主张家己有优先购买权，目前双方无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健康的消息来关心的是，官兵防治学术基金会对5当前开始来办免费的超音波的体检。今年伫全国30间医疗院所来举办，结果发现这内的人其中有超过50%，这肝有包邮比例是上界悬的。医生详细替病人看超音波，检查肝、胆、腰子这器官敢有健康。这是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举办的免费超音波检查。礼拜伫咧部立中华病院进行，146位检查民众内底有116个人肝检查出有各样。那这个过程里面发现有30多位的民众肝脏有这个血管瘤啊还是有这个肝的结节甚至囊肿这些问题。此之外也发现了有70%的这个民众有脂肪肝的问题。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全国计共有5661个民众接受检查，其中特别注意的是民众脂肪肝的比例真悬，也就是咱台语讲的肝包邮。今年有3103个民众检查到有脂肪肝，比率是54.8%。即马照超音波看，即个脂肪肝，按照耐超一半以上的人拢有脂肪肝，有可能是地方食了较好，运动阁无够。脂肪肝有可能会引起发炎，引起纤维化，甚至硬化，还是走迄个肝癌出来。医生指出，目前因为无直接治疗脂肪肝药物，所以上好的改善方式就是透过运动、食食。肝病防治基金会嘛提醒民众，肝病伫枕头无明显的镜头、真歹知觉，一定要有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卫福部要实行长照3.0，未来会加强提供家庭照顾者支持据点的服务，让照顾者会当有心理的支持，遇到问题有人通去问，嘛有人通去做伴。台湾伫今年进入超高龄社会，家属为着要照顾适龄失智的时代，嘛有可能出现心理不足的状况。卫福部伫2017年开始推出来支持家庭照顾者的服务，包括电话服务，佮有提供家照的据点，让照顾者有所在通讲，有人通分担因的压力。到达为止，目前全台22个县市拢总设置134个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训练300几个专员，提供这寡照顾者的心理支持服务。我们家照专员的社工跟他耗了3个月到4个月，他后来感动到了，原来我们家照据点处理的不是只是给我资源而已，你们要帮助我的是我这个人的主体。有一个照顾者他跟我说，因为呢，他看到了家珍，他开始去工作，那他觉得他也有不一样的可能，他想要试试看。那他现在已经就是稳定照顾，那
先生的话就陪伴外出去做复健，因为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他要的。根据家庭照顾关怀专线的统计，其中上需要的是情绪的支持。有我5成的专线卡入来人是因为照顾到郁卒、人神仙，甚至是受气掠狂。政府培养家教专员，就是希望有人会当陪伴照顾者面对家庭的压力，减轻因的负担。全国134处的家照据点，这边来提供照顾者一些需求，那给他一些心理支持，甚至有一些初任的一个新手的照顾者，我们也会协助他所谓的照顾技巧的这些相关的指导。卫福部表示，未来会将互相喘气的服务正式加入长照3.0去7班，并且扩大照顾的对象，包括50岁以下的少年型失智，甲出院了后急性尾期的失灵者。卫福部表示，为着要打破年岁限制，照顾到更较侪需要帮助的人。记者李亚轩、谢桂玲台北报道。原来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9度到32度，中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9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7度到30度。那外岛地区27度到30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